详细的消息来关心这国际上的大代志，这是中欧国家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，超过15个人死亡，25个人受伤。25个伤者当中有10个人伤势严重。警方表示，凶手是一个学生，而且已经死亡。这是这几档当地上界严重的枪案，不过已经排除是恐怖攻击，甲恐怖攻击无关系。 枪案发生时阵，有几个人爬到查理大厦这栋大楼外墙的平台顶面。警方讲，枪手已经死亡，这是捷克近代史上上严重的枪击事件，几多10个人伤亡。My daughter was over there. I was trying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her, but meanwhile there was a repeating shooting. 21日后，警方接到报案，讲伫市中心查理大厦杨帕拉广场文学院发生枪击案，嫌犯是学校铁学系学生，本来下昼2点有课。 24letý muž z obce Hostouň měl odjet do hlavního města Prahy s tím, že se svěřil, že si chce vzít svůj vlastní život. Ve 12:45 jsme obdrželi informaci o tom, že v té samé obci byl naležen mrtvý muž. 枪手犯案的动机也无清楚，警方这方面也无人受伤。死伤者的身份正一日确认。案发现场附近几多条街拢封锁。查理大厦是一个布拉格古城，离14世纪起的查理大桥顶主要观光景点，只敢离差不多500公尺。官员讲，这件案件看起来甲恐怖攻击无关系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